上年嘅端午節，我喺電視都有睇過啲人爬龍舟，因為我想挑戰自己。親切共融龍舟計劃自2019年起匯聚唔同能力障礙嘅青少年同埋企業義工，透過密集嘅訓練同埋團隊合作，俾義工同學生建立信任，並肩突破界限，一齊體驗共融嘅真正力量。今年親切邀請咗一班嚟自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薄扶林嘅同學，聯同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嘅義工成為拍檔組，佢哋一齊踏上為期5星期嘅訓練旅程。大眾普遍覺得玩龍舟要夠大力，但係阿華身形瘦削，更加係8位同學中唯一一位女將。雖然佢嘅外形與眾不同，但係佢認真嘅態度令到義工甚至教練都讚不絕口。因為我想表現俾學校入邊嘅其他女仔，自己都可以，其實女仔都可以嘅，男仔都得，點解女仔做唔到嘅？龍舟最講求團隊合作，除咗要有自身嘅力量同埋專注，仲要同前後嘅隊友一齊調整划槳技巧，配合鼓手嘅拍子聲，整齊劃一練習。呢一班同學仔全部都有唔同嘅能力障礙，所以每一個動作佢哋都要用更多時間去重複訓練。有輕度智力障礙同埋言語障礙嘅阿華，不但主動落力去追上拍子，仲會大聲同隊友一齊報數，喺呢一班男同學之中一啲都唔輸蝕，更加成為帶動士氣嘅力量。我哋今日成功撐咗160下。之前有冇試過撐咁多下？之前冇未試過，初初都有啲驚㗎，即係驚做唔嚟。咁後尾又爬到160嘅時候又得喎，咁都好開心，真係。阿華嘅拍檔 Gloria 今年已經係第3年參加親切嘅龍舟訓練。Gloria 話每一次同唔同嘅能障同學合作，都會帶俾佢一啲全新嘅體會。好，隊長話鼓勵嘅時候，其實佢好努力咁，同埋好大力咁去試咯。其實我諗佢坐船頭好覺嘅，每一下我哋一路落嘅時候，隻船真係一路咁坐，咁其實真係睇到隻船咁去啊，係咁感覺到。歡迎嚟到我哋親切共融龍舟賽。比賽當日，阿華原本嘅拍檔 Gloria 因為腳受傷而缺席，阿華要臨時換上新嘅拍檔比賽。雖然失落，但佢都即時收拾好心情，嘗試同新拍檔光頭佬互相配合。光頭佬話：呢一個突然嘅轉變，對於爬山嘅阿華而言係一個大挑戰。不過佢一啲都唔擔心，仲對呢一個新嘅合作好有信心。我好似未聽到過佢話我做唔到，我又未聽到過佢話我唔做。你同佢講我話要齊，佢就真係會一路，即係我覺佢又會聽住鼓，跟住又會得閒又望下我，所以見到佢係好幫得手，同埋佢真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。我哋嘗試有個新嘅手勢，我哋去加油㗎。轉起。今年親切共融龍舟賽一共舉行咗4場初賽，排名之後再進行銀杯賽同埋金杯賽，全部嘅參賽隊伍實力旗鼓相當，選手奮力拼搏，勝負往往只係1掌之差。吳老師係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薄扶林嘅老師，睇住同學仔因為親切嘅共融龍舟計劃而有明顯嘅成長。今次計劃除咗訓練到能障同學仔嘅體能，仲俾佢哋學識咗點樣自我整理同埋照顧自己。都見到佢哋嘅自理都高咗好多啦。掂咗啲海水之後，原來係要換翻乾淨嘅衫啊。咁我哋要分翻污糟嘅海水衫係擺埋一齊，乾淨嘅擺埋一齊。慢慢即係經歷咗4堂，完咗之後，其實佢哋都會識得去自己執整翻自己嘅裝備啊，去處理翻自己一啲可能已經濕咗嘅衣服啊，係啦。咁其實我都見到佢哋自我整理上邊係進步咗嘅。除此之外，喺龍舟上面要同義工一齊合作溝通，亦係一個好嘅機會，俾能障同學仔學識點樣同主流人士表達自己。呢一啲經驗喺佢哋將來踏入職場嘅時候，亦都會成為佢哋嘅優勢。
佢哋將來公開就業嘅時候，咁佢哋將來可能會見好多唔同嘅人啦，無論係客人啦，又或者係佢哋自己嘅僱主啦、同事啦，咁佢哋都要去學習點樣去同唔同嘅人去溝通咯。因為以前阿華都係一個好慢熱嘅同學仔，咁其實經歷咗四次嘅訓練嘅時候，我會見到其實佢會主動去幫同學仔手啦，亦都主動去同義工去傾偈啦。呢個係我好欣賞佢嘅。咁因為將來返工可能唔係淨係得佢自己一個工作，而係佢將來可能佢都會有同學同事去合作嘅時候，咁其實呢個係正正一個好好嘅預備嘅時間俾佢哋去試下。最後，阿華嘅隊伍喺銀杯賽入邊拎咗季軍。雖然阿華未必可以好清晰咁講到自己嘅感受，但係佢一獎又一獎，用行動證明咗能像同學仔都可以突破自己嘅想像，亦感受到佢內心嘅喜悅同埋成就感。第一次就已經攞到季軍啦，開心啦！以為自己第一次係攞唔到獎，但係最後都攞到。第一層未入銀杯賽嗰陣，就有啲驚，之後去到銀杯賽就比較出力。係因為即係比賽都令到你打破咗自己嘅障礙。係。拍檔光頭佬亦見到呢一班有能力障礙嘅同學，由一開始需要人哋照顧，到慢慢學識點樣配合拍檔，互相扶持，再變到喺比賽場上同拍檔互相依靠。呢一啲嘅轉變，正正就係佢哋最寶貴嘅成長。我覺得如果喺學校或者喺屋企都有好多幫住佢哋，咁但係如果落到龍舟，其實就真係要靠個 partner 兩個去 part 到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對佢哋出嚟做嘢，人際關係啦，點樣去同人哋去合作啦，我諗係一定幫到手。